在地人在地情，婚姻官配合着政府限塑的政策，为昨11月初一开始禁止使用一改性的塑胶杯啊，业者违法者相当罚款6000块。业者将这个饮料倒入环保杯仔内底，为今日日起，婚姻官环保局开始禁用，干那会使用一摆塑胶杯仔。消费者若是家己无炸杯啊，嘛无要紧，会当免费来装。因为我们的纸杯虽然它是回收的，但是它还是会造成一次性的垃圾，但是这样就可以完全不会制造垃圾这样子。婚姻官环保局表示讲，因为去年开始推动环保杯啊、环保餐具、租借等等服务，为今年1月份到9月份，总共减用4700外的塑胶杯啊。店家如果违反的话，我们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做裁罚。那这个裁罚金额由1200到6000块。透过环保杯仔免费的租借，唔但会当达到环保的效果，同时买饮料买当俗5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